我相信一間人類啊，世間的迄度啊，思想一家心中的沒有吃到驚，沒有吃到擔心，沒有吃到恨，沒有吃到家掉。那我要一個福音，講一家啲，在呢個四邊記8:8-6節，按樣人講到，上帝在幫我哋殺，我唔會驚。係嘛嘅人類能做對付我，嗱，一個福音講自家啲，一個經節係講上帝要幫自家理殺，上帝要大家同齊，自家心中你唔會驚，係嘛嘅你外中對付自家嘅，譬如人類對付自家，譬如啲暗中嚟對付自家，白色憤怒痛苦嚟對付自家唔會驚，但係呢？因為到上帝要答應自家嘅禱告，佢自家亦係求佢，自家亦係禱告，佢要答應自家，要答應自家寫嘅。嗱，因為到呢四邊記8:8-5節樣講到，在我白色當中，我寫上帝，我求上帝，我禱告嘅上帝，上帝答應我，我同齊。伴開路伴我心中的得到甜，心中的得到平安，得到開懷。那所以是該時候要驚要尊要特實要憤怒，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上帝禱告嘅上帝，佢跟你同齊。那見到嘅禱告本攏眾兄弟姊妹，感謝你主耶穌，你係講兄弟姊妹，你係要當道要驚嘅，要擔心嘅，要受理嘅，你嚟跟佢同齊，你嚟。當自己本佢心中的得到強，當佢寫你，當佢亦求你，你嚟給佢祝福佢身體得到健康，心中的得到一個平安，阿門。